为了减少交通事故，桃园向中央争取经费，第29个定定发生意外违规的路口来增加科技执法，会当侦测2种到4种的违规。年底进前是宣导期，明年元旦就会正式开始开单咯。龙安顶超速无让过路人违规驾驶难逃，桃园向中争取9680万补助。伫29月开调处违规路口增加多功能科技执法，其中北投桃园区就增加4个，平镇甲新屋区也各3个。明年元旦正式启用，民众大部分拢画好，暗过也烦恼，家己伫路况常常发生状况当中违法就了钱咯。有时候也会怕自己，有时候不小心就违规啦，哎呀，红单就来啦，对呀，是这样。那开车会更加小心吗？那一定要啊，那不更加小心的，马上钱包就失血啦。原则它规定那个道路驾驶就好了，对，怕意外啦。还有一个是责任的厘清，很重要，责任厘清。对，所以有些重要路口还是有些需要啦。多功能科技执法同时应清楚2到4种无同款的违规项目，包含超速、弄红灯、无停让过路人、无依照标志、标线、标志指示来驶，亲像机车无依照2段式倒换、直行车占用、等法专用车道等等。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为执法设备宣导期，并于114年1月1日正式执法。各路口分别可以侦测2至4种不同的违规项目。警方表示，伫凯调处违规路口增加交通科技执法设备，因讲是服务型的警力全时段执法。根据统计，伫建立无停让过路人科技执法路口事故发生数，比去年同期减少711件，减少20.8%，也降低民众财产损失差不多3555万。因确实有效，维护道路秩序甲交通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